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新闻定来讲，入山看山势，啊若入门就爱顶人意。昨昏小解民意这个民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民意这个意。这个意的意思就是见解甲看法，像咱讲主意就是做主心意办法的意思。另外，这个意嘛有感情的意思，像咱讲意爱、介意、友谊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大主大意，是咧讲无听定时或者是时段长辈意思，家己决定。第二个词读做无意中，这个意思就是无张持、无准备发生的代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老爸赛车载规口罩去野外动物园旅游，囡仔无经过时大同意，家己大主大意，甲车窗开开。结果当暗落，一个无意中甲颔棍伸入来到内底讨食，害大家紧张甲破胆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意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